约伯记第1章第1节，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1章第1节，乌斯地区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，伊顺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第2章第1节，搁有一日，上帝的证书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，撒旦嘛做伙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上主对撒旦讲：“你去倒位？”撒旦应上主：“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。”上主对撒旦讲：“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？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无做歹代。你虽然叫我攻击伊，无理由毁坏伊，伊抑搁持守伊的顺全正直。”撒旦应上主，用皮换皮。人为着顾家己的性命，甘愿放杀伊的一切所有。毋过你若伸手磕着伊的骨、伊的肉，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。上主对撒旦讲：“好，伊伫你的手头，毋过着留伊的性命。”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攻击约伯，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。约伯就坐伫火壶顶，用破去的虾片扒身躯。伊的某对伊讲：“你还在持守你的正直咯，着咒诅上帝去死死咧。”毋过约伯对伊讲：“你讲话亲像遐个毋知见笑的查某人，咱对上帝得到福气。”兼无嘛对伊受灾祸。虽然拄着即个代志，约伯犹原无讲一句得罪上帝的话。